上一集我哋講咗憤怒嘅情緒，原來都幾影響到我哋可唔可以好好衝突㗎喎。衝突引起嘅情緒就好似裝咗水嘅杯，我哋要適時倒咗啲水，咁樣我哋先有空間理性地分析問題，諗下唔同嘅解決方法。呢一集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衝突背後嘅想法。嗱，我哋又用翻上一集夫婦執屋嘅例子啦。若果兩個人先處理好自己憤怒嘅情緒，同埋了解自己內心嘅想法，我哋睇下佢哋嘅對話又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啊啦？當太太留意到自己嘅憤怒，會揾方法冷靜，例如離開現場，然後諗下自己嬲嘅原因。老公冇手尾嘅壞習慣，我講咗咁多年佢都唔改，明明係佢唔啱，仲要用啲咁差嘅語氣同我講嘢。佢坐喺度唔幫手，淨係我一個人做，佢好自私咯。屋企唔可以亂，我幾疲累都一定要執返好。當心情平靜嘅時候，我哋提醒自己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。人冇十全十美，我都有壞習慣，用完嘅嘢冇放返原位，呢啲壞習慣其實都係好小事。無謂為咗小事影響兩公婆感情。老公平時都有做家務，佢都會洗碗、倒垃圾。其實唔執一次半次係冇所謂，就俾自己輕鬆下啦。如果平靜咁樣表達，我哋又睇下會有咩唔一樣。當我見到呢啲嘢用完冇放回原位，我係有啲憤怒。放工返嚟仲要執嘢做家務，其實都好疲累，我都想輕鬆下。丈夫雖然未必會改變自己嘅習慣，但係知道太太嘅情緒、想法同埋期望，明白到太太好攰，可能會咁樣回應：得啦，下次我會記得擺返原位。我知你都辛苦，放工返屋企仲要忙，你攰就休息下啦。太太其實心入邊都明白丈夫唔會一下子改變到自己嘅習慣，但係當聽到丈夫咁樣講，心入邊嘅火咧可能會熄滅，可能會咁樣回應喎。你知道辛苦就好啦，下次記住放返好啲嘢。大家都睇到啦，同一個衝突嘅情景，唔同嘅應對方式，結果梗係唔一樣啦。提提大家，表達自己嘅感受同埋諗法，對方唔一定會即刻改變㗎，但係可以促進彼此嘅溝通，令大家更加明白對方。當然啦，我哋都要細心聆聽對方，嘗試了解對方嘅想法，唔可以因為對方唔改變而停止溝通或者惡言相向。人與人嘅相處其實唔會冇衝突嘅，大家有唔同嘅價值觀、生活習慣，正正就係透過衝突令我哋更加認識自己、了解對方，從衝突中學習接受同埋包容對方。衝突嘅最終極目標係令件事變得更加好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衝突。